来最近有台湾人和高薪水升到柬埔寨去做工，煞防软禁苦毒，甚至佫有风声讲防送到缅甸的 KK 园区，防活体器官，这个手法是真粗残。针对这代志，法医高大成讲，只要有钱通赚，抬头的生意有人做。讲医师都医生到当地去做器官移植的手术，讲一台的手术，通啊赚台票100万。高大成讲，柬埔寨迄边拢是做活体移植，讲咱人规身躯的器官加起来，总计销会当卖到新台票2400万。台湾人互拐去柬埔寨做工课，尾仔互领地，甚至传出无利用价值，地方送到东南亚上尾一站的缅甸 KK 园区留器官。较早是有听讲是拢叫较进步国家、医疗国家的医生去斗做啦，早是拢合法咧做。这是甲教好啊，那因都会晓嘛。你两个国家就是开始学用的，有当趁钱较重的啊。讲台湾医生为着要趁这钱去，我是唔知啦，唔好讲出来。法医高大成讲，伫咧柬埔寨做器官移植的手术是活体留器官，所以敢有艺术进步国家医师来到当地做相关手术，逐台手术会当赚100万。高大成无奈讲，世界就是安尼，有钱就有人要做，开刀医生无医着。无要做工课，你也办单，你也拢无想要的事，当然只有甲你卖掉。伊若甲你检查，伊事先可能甲你抽血检查你的身体问题，拄啊顺续甲你做配对嘛。若要找一个富商，有钱人，伊拄啊欠心脏，你拄啊甲伊有配对，我就甲你卖掉啊嘛。若规身躯的器官计数偌济，高大成讲到，这是有钱人才买得起的，因为恁迄规身躯的器官加起来，会当卖到新台票2400万，像心脏、肝、肺、腰鞘，加主要器官，计数是新台票300万起跳。伊都甲我讲吼，伊会当用伊的去卖一个米，卖了伊就有钱通赚，300万一了甲要300，我先150你，你来开了，我搁150你，结果这是假的，你来我规拢乌了了嘛，我150万规拢来食起来。高大成用伊朋友的例提醒台湾人，唔通做非正规医疗的器官移植手术，除了医疗技术含器材百空，更有可能会互害死，到时准备考都无目屎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